河馬貪錢咧就係人都知㗎啦，但係冇諗過佢咧咁厚顏無恥到咧，同阿可伯去咗幾個仔女屋企嗰度，諗住攞翻啲唔屬於佢嘅嘢喎，嗰450萬啊！去到屋苑嗰個大堂嗰度，人哋保安姐姐要求佢做一個探訪嘅登記手續，但佢竟然拒絕，仲要同人哋嘈起交上嚟，鬧人哋保安姐姐，大吵大鬧喺個大堂嗰度。但到最後，咪又係要失敗離開。咁佢離開咗之後，跟住就再去第二個仔女屋企嗰度啦。咁但係都係一樣，佢幾個仔女點會見佢啊？係咪先？最後咪又係要失敗離開啦。講真，面就人哋俾嘅，假就自己丟嘅。而家得到咁嘅下場，可伯都係你自己攞嚟㗎，唔好怨人啊！